歡迎收睇中醫幫到你。今集嘅主題係多吃蔬果一定有益。其實未必嘅喎。如果食蔬果食得唔啱，反而有機會損害健康嘅喎。講俾大家聽一件真人真事啊！阿邦某一次咧心血來潮，就走去做身體檢查，發現膽固醇超咗標，心情咧因此非常緊張，擔心咧自己會患心血管疾病喎。為咗防範於未然，阿邦決心改變佢嘅飲食習慣，每一餐咧都力求清淡，極少肉類，多多瓜菜，而且刻意多啲食生果。本來少肉多菜係好嘅，但係阿邦選食嘅瓜菜都係偏於寒涼嘅喎。瓜類就好似苦瓜啊、冬瓜啊同埋青瓜啊咁樣，而菜類咧就好似西芹啊、生菜啊、白菜同埋菠菜。阿邦選食嘅生果亦都係屬於寒涼嘅多嘅喎，譬如香蕉啊、雪梨啊、西柚同埋火龍果等。凡係寒涼嘅飲食，或多或少都會損耗身體嘅陽氣嘅喎。咁健康嘅人陽氣充沛，而且就算陽氣損耗咗，都能夠自我修復。因此，寒涼嘅飲食對於健康人嚟講咧，一般問題唔大嘅，除非過度咗啦。如果過度嘅話，就一定損害健康噶。阿邦就係因為過度進食寒涼嘅蔬果，損耗咗脾胃嘅陽氣，結果就出現咗脾胃陽虛嘅症候群啦。症狀係包括手腳冰冷啦、腸鳴泄瀉同埋疲倦乏力等。俾佢食咗一啲扶陽暖脾嘅藥劑之後咧，症候群先至全面改善。亦都難怪阿邦嘅，我哋嘅社會咧唔缺乏多吃蔬果有益健康嘅宣傳，但係就好少有認識各種體質同埋各類蔬果屬性嘅教育啦。根據中醫學咧，人嘅體質有唔同嘅格局嘅喎，而蔬果嘅屬性咧亦都有寒、涼、平、溫、熱之分。健康嘅人中醫咧就叫做平人。如果過度進食寒涼嘅蔬果，就不利健康嘅喎。而氣虛同埋陽虛體質嘅人食多咗寒涼嘅蔬果，更加似係雪中送冰，後果係不堪設想噶。大家想唔想知道你哋平時食開嘅瓜菜，平時食開嘅水果係邊一啲係屬於寒涼，邊一啲又屬於平溫熱呢？大家只要喺下低內容簡介嗰度撳條 link， 大家就知道各種瓜菜、各種水果嘅屬性啦。好，今集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中醫幫到你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喇。